咁跟住就會問佢有冇處理翻其他嗰方面嘅嘢。OK， 好。阿樹咧，阿樹 L1 closing 我啲冇翻 L0跟住 LP。OK， 好。Nicky 咧 ，Nicky 做唔做 L1？做。OK， 咁幾時決定係 L1？佢有意想聽嗰陣。佢有意想聽，幾時 feel 到佢有意想聽？佢不停問問題嗰陣。佢不停問問題，通常會問咩問題？買嗰隻嘢幾多錢啊？買嗰隻嘢。買嗰隻 product 幾多錢啊 OK， 咁已經入咗 L2 㗎咯喎。OK， 我見到 Sabrina 皺眉 ，Sabrina 係咪知唔知咩 L1 啊？知嘅，理論上。即係咩？講嚟聽下。真係問翻大家。講個理論出嚟聽下。個理論係咩 ？OK， 嗱，我想講 L1 咧，其實實際上佢哋叫做即係全名，佢哋已經叫做 Need1，即係 LEAD。OK， 咁Need 1裏邊其實就係咩咧？就係、你點樣帶住個 client 去行第一個 step。OK， 咁幾時決定去做 L1 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大家或者決定做唔做 L1 咧，我諗大家成日好驚一樣嘢就係咩咧？我會唔會太荒謬？大家咪成日都有呢個 concern。同個 friend 食緊飯，無端端 L1 好似好怪，有冇人有呢個諗法？你而家唔出聲，唔代表你冇呢個諗法。OK， 我都幾肯定。明明成日都聽到你哋咁講，而家冇人應。OK， 好煩。好驚我荒謬。OK， 咁但係我想講咧，其實你要記住一樣嘢，其實當我哋去每做一個 step 嘅時間咧，點解 L1 好重要咧？因為 L1 其實係攞嚟幫你去 differentiate 自己。OK， 如果你 treat 自己 as 一個 professional， 我想講，其實你問好多問題係有原因嘅。OK， 阿 Min 成日用嗰個例子就係咩咧？如果你係個醫生 ，OK， 好簡單講，如果醫生問你 Kevin， 你尋日去 toilet 咩顏色啊？我琴晚透明咯。OK， 你會發覺咁奇怪，透明。你會發覺佢會答我咯。OK， 如果我唔係話我係一個醫生，我無啦啦問 Kevin 你尋日去 toilet 係咩顏色？你嘅反應第一個係咩？Professional 同 professional 嘅分別咯。OK， 你要記住，如果你係一個 professional， 你問好多問題都有原因；你唔係 professional， 你問好多嘅問題都冇原因，我都冇必要答你。所以第一個感覺就係你先要去 differentiate 到自己。第二樣嘢好重要，其實 L1 咧係攞嚟幫你做一個大啲嘅 closing。OK， 點解 L1 攞嚟同你做一個大啲嘅 closing 咧？好多時候咧，其實譬如可能 Nicky 啱啱提咗一個問題好重要，就係個客。如果問你個 product 幾多錢 ，OK， 我當我哋個客 Nicky 如果買層 CI 要幾多錢啊？你啊？好啊。買幾大啊？唔知喎，你平時買開幾大？我好細嘅啫。OK， 我用一個例子去講，大家都去諗。OK， 我俾大家個 budget 8000蚊去日本，淨係機票酒店。OK，Alvis 你會使幾多錢喺機票上面？8000蚊係 total budget。4分一即係2000。差唔多，即係剩低6000就酒店。淨係機票酒店嘅，冇諗咁遠。自己落格㗎。唔好落格。OK。自己停嘅。
4次，太長。我按多個掣定係可能你行我啫。好啦，個 issue 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其實我想講個客嘅 budget 係一樣都好啦，中間佢有啲咩 components 咧，其實係可以改變嘅。其實要問嘅，即係譬如我俾同一個 budget 俾8000蚊，如果有人堅持係要坐 cafe 嘅話，其實佢應該要預4000至4500蚊去買機票，啱嘛？佢住酒店佢可能接受住得冇咁好。OK，which 喺我哋呢度已經有呢啲同事嘅，其實我都好肯定咁話俾你聽。OK，佢坐飛機係一定要多國泰嘅。OK，咁然後可能舉例用 Alvis 個例子同 Marcus 個例子，其實佢喺機票同酒店上面使嘅錢都唔一樣。所以 L1 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咩咧？好多時候用我啱啱問 Nicky 嗰個問題就係、你買呢樣嘢幾多錢，其實你好難答，因為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你啱啱應該估唔到我心目中係咩 budget，啱唔啱？我想買幾大？跟住我反問翻你，好啦，呢個問題就冇完冇了，咁我咪估咯。跟住最典型嘅例子就係翻嚟咩咧？舉例啊，用 Nicky 做例子，Nicky 估唔到，翻嚟就樹你點睇？跟住阿樹就可能就問Charles 你點睇？跟住去到最後就係我哋3個一齊喺屋企度睇，但係睇唔到，因為我哋唔夠 information。OK，咁所以 L1 嗰個 issue 係乜嘢咧？我哋要有多啲 information 先，即係譬如舉例最簡單，我知道嗰個係 Rebecca，佢一定要坐國泰，咁我都知道呢8000蚊係點使啊。同埋如果我知道係 Rebecca，就肯定唔係8000蚊啦，係嘛？得唔得？咁所以呢個係個 issue。OK，L1 有3個 step 要做，第一個 step remind 個 clients， 我哋今日做啲乜 ？OK，譬如好簡單講嗰個 script 應該係乜嘢咧？就係阿邦啊，上次咧其實你都話過你想儲錢，或者你想可能買。你想嚟緊準備結婚 ，OK？咁你要，其實我哋今日可以去傾下，如果你真係想去做呢樣嘢，其實我哋要做啲乜嘢嘅 planning， 我哋要做啲咩嘅準備 ，OK？因為咧，我唔想喺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就帶一個 product 俾你，呢個唔係我嘅做法 ，OK？個客通常第一刻 expect 你會點啊？帶個 product 俾我咯。咁但係如果第一刻你話我唔係帶個 products 俾你，個好處喺邊？個戒心低，個戒心低咗。OK，呢個係事實嚟嘅，個戒心低咗。OK，有冇留意通常喺你使最多錢嘅地方 ？OK，Christy 如果行入 Chanel，通常佢第一個問題問你係咩？個 sales 見到你揾緊啲咩嘢啊？揾緊啲咩 ？OK，唔一定有人理你。Kenneth 唔喺度問啦 ，Anna 買錶嘅時候，通常行去個 sales 問你咩？睇啱邊款咯。睇啱邊款？睇啱邊款應該唔係第一個，打招呼應該唔係問呢個問題。通常第一句打招呼問咩？叫咩幫到你咯？係咯，都嗰啲。有咩幫到你 ？OK， 通常個 sales 會第一句問你啊，大威，你嚟到今日，我哋有啲咩特價喎？有冇興趣揀下？通常你去買越貴嘅 product， 佢越唔會問呢個問題。OK， 名牌子都會減價噶嘛。OK， 但係名牌子減價通常嗰個幾多 percent off 係擺喺邊度啊？個 price tag 度。咩鬼嘢？並埋喺二邊，或者個 logo 好細。OK， 有冇見過我哋減價黐喺個門口個玻璃好細好細一行，又或者收埋咗一個 price tag 後邊 ？OK， 因為去到最終，其實你會買單，即係你會為咗呢樣嘢去俾錢嘅原因係你要佢個 service。OK， 咁所以第一個 step 係你要記住，你去 remind 佢就係我有啲咩幫到你。其實個 concept 係一樣。OK， 個 concept 係一樣。咁佢嘅戒心低咗，你先有機會繼續傾落去。第二個 step 係 L1 裏邊係 differentiation。OK， 你要區分你同全世界嘅分別。OK， 呢個係你要好清晰，亦都要自己好 confirm 嘅一樣嘢，你同其他人唔一樣。OK， 呢個係你自己俾自己嘅一個 recognition。OK， 你無論對住邊一個人，只要嗰個人係你嘅客，你應該要覺得你就係佢嘅 the best choice。所以你要同其他人 differentiate， 就係喂，其實我去幫你做嘅嘢，我係由你去出發。OK， 我唔係帶個 products 俾你，我想去同你傾，你究竟需要啲咩嘢？得唔得？呢個唔關乎你嘅 competitor 有冇 experience 係點樣，唔需要 care。
OK， 個客如果 buy 你，佢就信晒你。但係大前提你 differentiation 做得好唔好 ？OK， 第三個 step personalize。OK， 每一個人嘅目標其實都唔一樣。OK， 我同你都儲錢。OK， 阿邦你儲錢儲嚟做咩？送嘢俾格格，取格格。做錢咯，冇嘢做咪做錢。 OK， 冇乜 list 㗎。 Brian 你儲錢儲嚟做咩？儲錢買樓。OK，Samuel 儲錢儲嚟做咩？可以啊。OK， 堅仔儲錢儲嚟做咩？幾高咯。OK， 做善事。大家都係儲錢，有好多唔同嘅答案。OK， 其實 personalize 係好重要，係 L1 個 step 就係咩咧？我要幫佢排翻個 priority， 究竟佢應該要做咩先，或者佢應該安排啲乜嘢先，得唔得？呢一個其實係一個3個 step。OK， 其實我想講平時你哋都有用，不過你哋成日唔跟 standard flow 去行嘅時候咧，大家都應該有同一個經驗嘅。有啲客就係阿大威講嗰種，佢無限 L2 其實個客好煩。OK， 但係你諗深一層，大威如果翻返轉頭，我 L1 再做得好啲，會唔會有機會佢 L2 冇咁煩 ？OK， 或者有一啲客大家都會經歷過嘅。每個人都有嘅，你喺度做超過半年嘅同事，一定會有呢個經驗。有啲人去到臨簽嗰刻，突然間又縮，再傾又縮，再傾又縮，第4次先簽。點解？因為你一開始冇做 L1， 你做咗 L2 先，跟住你想入 L3， 跟住唔得翻返轉頭 L1， 跟住又做完一半又再去翻 L2， 跟住又 L3， 又 close 唔到又再翻轉頭。其實你都不斷行緊呢個 process， 不過你唔行 standard flow 會每次都嘥咗自己嘅時間。得唔得？咁所以 L1 好重要，記住呢幾個 step。好啦，咁要開始去 L1 嘅時間，啱啱講咗 remind 個客喂，上次你講想儲錢，咁我哋今日可以要傾下有啲乜嘢要去準備，或者有啲咩我需要去了解，或者中間我陣間去講嘅任何嘢裏邊，其實即係你有啲咩 information， 其實你都可以俾我去知道。OK， 咁我先可以幫你 plan 得仔細啲。OK， 咁我去做嘅嘢咩咧？通常個客第一個 step 就係問你買啲咩㗎，或者你做啲咩㗎嘛。OK， 咁我會點樣去講咧？其實呢個圖大家 orientation 應該都有見過㗎啦。冇 orientation 嘅同事就你又代佢冇見過啊？我都唔係用呢個。OK， 新版本啫呢個係。咩？我呢個用咗好耐㗎咯喎，你幾時？ orientation 係咪你自己唔記得咗咋 ？OK， 好。3個嘅 step， 即係個客問你做啲咩，你話其實我做嘅嘢咧可以咁樣去歸類，即係我做嘅嘢就分開3個 step。第一個 step 就係我幫佢賺錢咯，即係我幫你去做即係 asset 嘅 accumulation 咯。OK， 咁然之後可能係我會幫啲客去做 protection 同埋做 succession， 即係傳落去俾下一代。OK， 咁呢一個咧當然係大家真係平時大家做緊嘅嘢。咁但係點解我要係要再講一次呢個圖咧？除咗真係解釋俾我聽，我做緊啲咩？佢知道我要做啲咩？咩啊？咁樣咪重複一句好嘅説話。佢要知道自己。個客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咁我通常會點樣講咧 ？OK， 如果個客係後生，咁我會講 OK， 我會講啊 Kevin 其實咧，我諗喺你而家個 age 咧，其實我諗最集中你需要去處理嘅問題咧，係點樣去做一啲 asset accumulation 上邊嘅嘢啦，又或者點樣可以保障好？總之你賺咗嘅錢永遠都係屬於你自己。OK， 咁其他其實我諗如果有一定嘅 age 嘅 clients， 我諗好似可能去到你爹哋媽咪嗰個 age 嘅 clients 咧，其實可能佢哋就會做上邊嗰兩個 step 會比較多啲。完呢句説話講完就講呢個説話目的係咩？講呢個説話目的係咩？知道咯，咁個客。所以你要做錢。咁冇套路嘅咩？大家？阿石，你覺得咧？大 V 係有阿爸阿媽。Uncle Auntie 啊 Uncle Auntie 講咩都得嘅啫。OK， 咁但係如果對住 Uncle Auntie 咁點啊？對住 Uncle Auntie 你咪講翻落下邊咯。Uncle Auntie 其實 asset accumulation 呢一個 step 咧，就應該係你個仔女去做。
你哋應該就 focus on 上邊嗰兩個 stage。咁你永遠見一個客嘅時候，好似見緊3個客。正。OK，你要記住落呢個 grounding，因為呢個係粒種子嚟㗎，你唔知道會唔會發芽。不過一發芽嘅時候，你會特別開心，因為 Auntie 可能會打嚟就係同你講，我個仔想儲錢喎，不如你同佢傾下。真係會有呢啲 case，又或者有機會你個 friend 會同你講，我阿爸阿媽最近可能想喺銀行買啲乜，不如乜嘢？我會擺上 Google Drive， 大家唔使認 ，OK？ 好冇？得唔得？記住呢個 script 咯 ，OK？ 咁但係當然你要 depend on 情況，即係你唔需要再 further 講就係如果你阿爸阿媽有興趣可以揾我，唔需要講呢句。就撈 OK？ 呢個係我講俾你哋聽嘅啫。你去到講嗰句就係話其實如果喺爹哋媽咪嗰個 age， 佢哋就會可能做上面嗰兩個 stage， 你就係 focus on 第一個 stage 先，得唔得？呢個要好清楚 ，OK？ 好。咁其實點解要做 wealth management， 或者點解我嘅工作好重要？其實第一個 step 係我諗喺香港裏邊每一個人其實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咩咧？有通脹 ，OK？ 咁通脹其實喺香港而家其實平均嘅通脹大概係3至4% 一年啦 ，OK？ 當然睇香港經濟嘅發展 ，OK？ 應該呢啲 script 係 exactly 可以用翻㗎，即係你哋可以照錯啲。好啦，第一個問題先問大家，係咪一定要用 slide？係咪一定要用 slide？ 睇你哋嘅技術 ，OK？ 最理想嘅狀態係唔該你縮到唔需要用 slide，OK？ 不過 slide 係一開始嘅輔助 ，OK？ 其實你要記住用 slide 感覺上係荒謬啲 ，OK？ 不過都係用醫生去做例子，你都希望個醫生好輕鬆咁面對你，係嘛？即係個醫生同你講下笑啊，傾下偈啊 ，OK？ 但係個醫生嘅輕鬆嘅背後，其實佢都做咗，佢讀咗好多書，好多 hard work， 佢真係 practice 過好多次，佢先可以咁輕鬆同你講呢啲嘢 ，OK？ 你個客都係 expect 你有後邊嘅 step 嘅 ，OK？ 你個客都唔會 expect 你喺公司都係好輕鬆 ，OK？ 所以你應該都要 practice 得多啲，你更加熟，你先好唔用 slide，OK？ 如果唔係一開始用少少 slide 去輔助自己。OK， 特別可能有啲客會問㗎，香港嘅通脹係咪一路都係3到4%？唔係 ，OK， 香港曾經更加高嘅，可能喺80年代更加高嘅。咁但係而家我哋 focus on 嘅問題就係咩咧？香港嘅通脹率其實有3至4%，咁但係銀行嘅利率其實得0.01。咁即係話，如果我喺乜都唔做嘅情況之下，其實每年咧我最少就會損失3至4%嘅購買力。OK，3至4%購買力對於呢一刻嚟講咧，喺你嘅身上其實係蠶食緊你嘅錢嘅增長能力。OK， 如果喺爹哋媽咪嗰個 age 係等於蠶食緊佢嘅本金。OK， 因為可能佢已經累積咗一定嘅資產。OK， 然之後如果你要保護你自己嘅錢，其實你係一定要做啲嘢㗎啦。OK， 爭在呢樣嘢係咩嚟嘅啫？去到呢個 step。你係客聽到有咩感受？有 urgency， 仲有冇 ？Eric， 好似學咗啲嘢咯。Eric 理性啲，冇乜感受。好似學咗啲嘢。我諗，如果我係第一次聽呢樣嘢嘅話，我係覺得好似有啲好似啱喎，聽下我可以記住 L1 成年去到最後咧，個客嘅就係、就算佢想反駁你都，其實佢又唔係好反駁到你，你又唔係講緊一啲好似好深嘅嘢，但係你又冇講錯。OK， 咁其實喺呢、個去到呢個 side， 其實帶俾個感受係咩咧？我諗聽完最重要俾個客嘅感受就係你一定要做啲嘢。不過嗰樣嘢係咩咧？就我哋再傾，啱唔啱？有冇去到呢個位？我哋落實咗先。OK， 如果你係一個 client， 你應該話 agree 就係我一定要做啲嘢。OK， 如果見內地嘅 client 嘅話咧，其實可以加多個係咩咧？加埋匯率嘅走勢。OK， 咁呢個其實都會有影響對於佢哋嚟講。OK， 匯率通脹，香港我哋已經好啲啦，我哋冇匯率嘅問題。得唔得？明唔明 ？OK， 好啦，通脹。咁通脹對我哋有影響，咁但係通脹對我哋其實有啲乜嘢嘅
即係我哋係咪真係每時每刻都會受通脹影響，或者我哋究竟要用幾多錢？OK，我哋先會受到通脹影響。有冇諗過成世人要使幾多錢？冇諗過。OK。Samuel 成世人要使幾多錢？最少1000萬，點計啊？呢1000萬？問個客問題等佢答。呢1000萬點計？會有唔同嘅答案嘅。OK，Marcus 你覺得成世人要使幾多錢啊？哇，起碼4億。10億都幾一兩億。OK，Alvis 咧？幾千萬。OK，點解要使幾千萬？淨係買樓都幾錢 OK， 跟住其他退休嘅生活。OK，呢啲 information 重唔重要啊？如果 Alvis 要使幾千萬成世人，我今日同 Alvis 傾一個 investment 傾2次，啱唔啱啊 ？OK， 其實呢啲 information 好重要嘅，即係你心裏邊會有一個認知，佢其實去到一個乜嘢嘅 stage，佢有咩嘅諗法。OK，Samuel 講1000萬，但係 Samuel 1年後佢應該唔係講1000萬，可能會講2000萬。OK， 其實你要記住，你問呢啲問題 ，L1 其中一個好重要性就係 L1 有延續性，我可以繼續幫個客再去做 planning。OK， 咁最好啦，喺個過程裏邊就係我去問個客，喂，其實有冇諗過成世人要使幾多錢？每個人有唔同嘅答案，咁可能再問佢其實要使啲咩錢？咁我會咁樣 conclude， 我哋即係直情 exactly 嘅 script 去同大家講，即係其實成世人裏邊咧，我哋可以分開有幾個 stage 去睇嘅。咁有4個大嘅錢咧，其實基本上每個人嘅人生咧都會經過，你一定要使呢4筆錢。OK， 咁呢4筆錢分別係乜嘢咧？第一筆錢咧係結婚嘅時候要使嘅錢。OK， 咁結婚時候要使嘅錢究竟係多定少？有冇諗過呢樣嘢 ？Christy 有冇諗過結婚要使幾多錢啊？80萬至100萬。80萬至100萬，點樣計呢個數字啊？你諗住喺邊度擺酒4季或者 W。4季或者 W。OK， 4季知唔知而家大概幾錢一位啊？佢計長㗎嘛，總之你包個廳大概60-70萬啦，呢度。OK， 咁80至100萬，你諗住係男家俾晒啊，定係你都會緊一半？一個夫大家一齊使咯。一個夫大家一齊使。OK， 第一 follow up 嘅 question 其實已經知道咗多好多 information。OK。因為如果你問一個嚟緊，譬如點解我會問 Christy 結婚嘅問題？因為呢個喺佢嘅 planning 裏邊係一定會發生。OK， 所以你係見 L1 之前，你個客對個客啲嘢有少少嘅認知。OK， 我哋有少少嘅認知，再去問嘅時間，咁其實係咪我會得到個答案 ？OK， 個答案落嚟，咁我可以再 follow up 去問。咁 Christy 其實我係咪都可以 assume 結婚呢筆錢其實都已經準備好咗？準備緊。OK， 準備緊。OK， 咁準備緊同準備好係咪又有少少分別啊？我咪係又可以再 follow up 去再問。OK， 咁呢個就我會好清楚佢嘅 condition 去到點樣。OK， 得唔得？明唔明？好啦，結婚係你第一筆要使嘅錢。咁結婚之後，其實你會面對啲咩 issue 或者同時間去發生咧 ？OK， 買樓。OK， 咁今日喺香港買樓，我諗最 minimum 嘅估計應該都要100萬首期啩。OK， 好 minimum 嘅估計。OK， 咁我想講係唔得啊。OK， 已經唔得啦。呢個係唔得㗎。你又知可能半年後得你。OK， 咁好啦，買樓嘅 issue， 咁有啲人會買樓先，有啲人會結婚先。OK， 咁要睇你咩嘅諗法啦。OK， 咁Edward 如果係你會買樓先定結婚先啊？問我下啲問題嚟，你真係試同時間 OK。同時間去發生嘅話，OK， 如果同時間去發生嘅話，咁其實我就算當雙方一人一半嘅話，咁其實你都要最少準備100萬嘅 cash 喎。OK， 你而家其實你覺得你距離呢個目標大概仲有幾遠啊？阿菜啊，你遮住咗。OK， 距離呢個目標仲有好遠。OK， 有冇諗過幾多歲就結婚？30，即係佢哋而家大概仲有5年時間到。
所以跟住 follow up 去問嘅技巧 ，OK？ 即係佢哋而家仲有5年到，如果5年大概1年要儲20萬，每個月大概係16,000蚊左右。嗱呢個數當然睇你心算快唔快，你唔快你就唔該喺個計數機度撳。OK？ 大概一個月要儲16,000蚊到，你覺得你啱唔啱 afford 到？應該唔得。OK， 應該唔得。咁有冇諗過，如果喺唔得嘅情況之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你去 achieve 到呢樣嘢？唔知 OK， 唔緊要，我哋之後可以計下。完咗啦呢個 step。OK， 第一個 stage 我咪知道佢第5年嘅時候會有一個缺口出現。OK， 第二佢呢個缺口要有幾多 budget， 其實佢已經講咗。OK， 16,000蚊一個月係佢 afford 唔到嘛。OK， 咁但係呢一刻我亦都可以再 follow up。喂，咁如果16,000蚊唔得，咁你覺得一個月你儲1萬蚊，你 O 唔 OK？得嘅。明唔明？我係咪將個 budget 範圍已經縮咗落嚟？即係我已經大概知道佢係一個咩 range， 佢每個月有幾多人工證。我唔需要去到問佢人工咁，即係我知道大家對於問人工都仲係覺得好尷尬，或者唔知點問。OK， 咁但係有時候我都講過好多次啊，其實人工係你自己應該要估計到出嚟，即係有時唔需要每一次都問。OK， 好啦，咁將個範圍收窄咗。Depends on 你見個客個 age，OK？ 我覺得 life cycle 咧，其實去到40零歲嘅客都仲用得嘅，OK？ 咁跟住再落去點咧？其實結咗婚之後，可能你都會想個小朋友去外國讀書將來。咁呢一筆錢其實係咪一定要 prepare 咗先咧？唔一定嘅，OK？ 如果你預計你嘅人工每年可以繼續以5至10% 一路向上升，可能去到你個小朋友18歲嘅時候，其實你可以由人工去扣翻出嚟都可以 ，OK？ 咁但係個問題係你預唔預計到咧？如果你預計到，其實你可能都要提前去 prepare 呢樣嘢。咁而係一個人嘅人生週期，其實去到你 retire 嘅時候，大概65歲度啦 ，OK？ 咁你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咩咧？你嘅 retirement plan 係點樣啦 ？OK？ 你 retire 係一個咩狀態咧？你會留意到前邊有3個嘅 project， 其實你一定要經過 ，OK？ 呢3個 project 裏邊咧，其實你都有收入，係嘛？ OK， 最 worst case 我乜都唔做 ，OK， 其實靠收入係咪都勉強可以捱得過呢3個 project？ 第4個咧，你冇收入 ，OK， 你未必可以通過收入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人生週期裏邊 imply 咗一樣嘢咩咧？就係你今日需要去做一啲 planning， 你先可以嚟緊你揾嘅錢足夠去完成晒呢4個 project。OK， 不過我嘅責任喺邊咧？我要幫你去分究竟你要完成邊個先，邊個對你嚟講最重要 ？OK， 又或者你有啲已經做咗嘅，其實我哋可以去計數。譬如你今日有嘅錢，其實我已經足夠結婚同買樓，咁你應該 focus on 嘅就係將來我究竟 for education 我應該用幾多 ，for retirement 我可以去做幾多。OK， 呢個就係我可以幫你去做嘅嘢。我想問，如果有啲客咧，佢係吊兒郎當咁樣，跟住又冇乜呢啲 feel 咁樣，可以點樣講呢個 OK， 吊兒郎當然先咧，唔結婚唔買樓。即係其實佢又冇拍拖，跟住冇諗住結婚住。咁知你。所以頭先通脹，又係講啲朋友嘅 case 啊嘛。頭先通脹咪已經落咗第一粒種子，就係就算你冇目標都一定要做啲嘢咯。咁但係呢個嘢佢點樣講？呢個嘢我咁講嘅，有啲人咧，即係譬如我咁講，我當呢個大 rate，OK？大 rate 你可能對於你嚟講，可能結婚好買樓好，呢個未必係你最 care 嘅嘢，OK？咁可能你最 care 嘅嘢係咩咧？你最 care 嘅嘢應該就係你會想有一個舒服嘅生活咯，係嘛 ？OK？ 最舒服嘅生活係點咧？有冇諗過其實就算你人生未必經歷啲前邊3個 project 都好啦，其實你第4個 project 一定會經歷㗎嘛。OK，what if 我哋有個計劃可以令到你40歲就已經退休，會唔會有興趣去諗下？明唔明 ？OK， 未必叫退休，你可以叫 financial freedom， 你可以叫 passive income， 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其實冇乜特定 target 嘅人都好啦，其實佢一樣都可以去用 life cycle 去講到。
OK， 除非就係你唯一 life cycle 唔 work 就係你 expect 你條命係好短，咁冇嘢傾啦，咁我算啦，我唔傾啦。OK， 咁我唯一提你就係你買份 CI 造福後人。OK， 咁但係呢個唔 make sense 㗎嘛，得唔得？好啦 ，life cycle 係呢個講法。咁但係你可以轉嘅，咁我哋做咗唔同嘅 slide，你自己衡量下你想用邊個。另一款係咁樣嘅 ，OK， 你嘅工作收入咧其實有30至45年嘅時間 ，OK， 你22歲、23歲、25歲畢業都好，你做嘢頂多咪做到65歲，差唔多呢個年紀啦。女士可能早啲退休 OK， 嫁人。係啦，女人可能再早啲退休。咩啊？咁你睇見男人客定見女人客㗎啫嘛，即係你個 script 要自己識得 modify。裏邊所有數字都可以改嘅，大家唔需要跟足我。OK， 你個客明明想早啲退休，你唔好真係一定要畫喺呢度，大家識得搬個圖啊嘛。OK， 同埋呢個圖咧，我都提一句，大家嘅講法係咩咧？你要做 planning 嘅重要性喺邊咧？可能有一啲客人都會咁樣講嘅。我爹哋媽咪嗰代都冇做 planning 㗎，到今日咪又好好地。點 handle 呢個 objection？ 添仔。添仔點 handle？ 我爹哋媽咪都唔做 planning 都冇事啊，到今日咪養到我咁樣。時代唔同。有咩唔同咗？十幾廿年前個銀行存款利息唔係咁低啦，同埋以前買樓平好多，即係可能 even 都係俾萬幾蚊一個月一個 basic 嘅人，只要佢肯努力都買到樓。但係而家我哋要靠父幹，所以當你阿爸阿媽唔喺度就冇事。OK， 前面啱啦，即係後邊父幹你唔好講嘅歌，你聽完你當大啲搞笑就算啦。OK， 個 issue 係在於咩咧？爹哋媽咪嗰個年代，譬如佢哋擺喺銀行嘅錢嘅利息，佢哋人工嘅升幅，當年嘅樓價同今日都完全唔一樣。OK， 今日個問題就係你嘅生活成本高咗好多。OK， 但係同時間你嘅收入其實冇升得咁快。OK， 所以 which is 其實你嘅 planning 嚟得好重要。咁仲要我提一句，其實喺你嘅 life cycle 裏邊咧，你留意到每一個嘅 project 中間咧，其實嗰個 gap 係好細嘅啫。OK， 即係譬如可能你結完婚，就算結完婚買樓都好啦，可能得2年時間嘅啫。OK， 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你唔做 planning，其實你儲咗嘅錢結婚使晒，跟住歸零再儲，跟住買樓又使晒，跟住又歸零再儲又歸零。OK， 咁每一刻嘅 step 就係、我可能去到我個仔讀完書翻嚟，原來你發現你自己冇錢退休，但係你55歲啦，咁你點儲呢筆錢？你儲唔到喎。OK， 呢個 planning 一定要提早去做。OK， 如果 planning 做得唔好，最好嘅情況係咩咧？你都能夠順利完成呢4個 project， 不過可能你嘅質素會下降，你層樓會賣細啲。OK， 比較差嘅情況係點咧？你要延遲去進行呢件事。OK， 你咪遲啲生仔，遲啲買樓咯，你咪遲啲退休咯。OK， 最 worst 嘅 case 係你其中一個 project 完成唔到，譬如個仔同你講，我想去英國讀書，你同佢講邊度有錢去英國讀書 ？OK， 得唔得？明唔明？咁呢個就係 life cycle 要俾個客去知道嘅嘢。OK， 咁呢個講法即係用另外一個 slide 去講啦。OK， 結婚啦，全部自己 set 嘅啫，唔該。自己撳啦 ，OK， 到時自己 adjust 嗰個套嘢，education fund， 咁呢個可能會更加清晰嘅，for個客嚟講 ，OK。咁而如果你想生多個仔啦，我哋啱啱嘅 scenario 嚟講1個仔啫，要生2個仔啦，你咪要多一嘅 education fund， 係嘛？生多個仔咪要換樓啊？明唔明 ？OK，Marcus 佢又開始呆咗。OK， 如果生多個仔咧，你換樓，其實你有冇諗過你供完樓係過咗你退休嗰年嘅？好正常嘅，香港嗰層樓供30年，36、7歲換層樓，你已經供到66、67歲。OK， 應該係一啲好 common 嘅情況。咁喺呢個 step 去到呢度，你會發覺一樣嘢係咩咧？我諗有啲同事一路好奇就係、其實好似我哋講嘅嘢同個 product 又冇乜關係。但係個問題你要記住，我哋講呢啲 step 其實有一個好處喺邊咧？其實最重要係嗰個延續性。
OK 個客應該呢一刻聽完就係咩咧？我會覺得，譬如舉例 Isaac 同我講，我聽完我覺得Isaac 你同出邊其他人講嘅有啲唔一樣。OK 銀行嘅 RM 唔會咁有心機去同你講呢啲嘢。OK 其他公司嘅同事好多時候佢未必識講呢樣嘢，所以佢會一開始就做 product selling。OK 咁但係我去到呢度，我有冇講過 product？ 你係客，你會唔會好抗拒聽我講 ？OK 應該還好嘅，即係10個裏邊可能有1個咯。咁但係嗰1個如果佢真係佢已經40零歲，有幾千萬身家，咁我好似真係冇乜必要再同佢 go through life cycle，我就講其他嘢，得唔得？明唔明？咁但係10個裏邊有9個客應該都上到冇問題，清唔清楚？呢個要記住。就算 education 分，我都仲可以再細分。其實你仲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即係其實我有好多個 step 可以拆落去講 through 一個 life cycle。咁就喺呢一度，其實去到最終個客已經會好 confirm 一樣嘢，就係我要做啲嘢 and then 我要 serve 我嘅 life cycle。OK， 好啦，請問去到呢一個位，如果用你每個月嘅收入嚟講，你覺得我要幫你去完成呢啲 target，我大概用你20至到30% 你嘅 income 合唔合理？合唔合理？夠。做住先咯。明唔明？我哋想要嘅目標就係大概嗰句，其實夠唔夠啊？佢自己都推緊自己 budget， 我冇推過佢 budget 嘅，我都冇講嘢到而家，我冇講幾多錢。OK， 如果有客同你講呢一刻，係 Brian， 你講完都幾好，我一個月可以儲1000蚊，你俾咩反應？不了，靈感不了。做到啲咩？做到啲咩？做10年我都唔知做到啲咩。OK，Jason 咧，如果個客同講可以儲1000蚊，我應該唔知。1分鐘搞掂啦，10分鐘走。OK， 記住講完 life cycle 嘅好處係咩咧？其實如果當個客提出1000蚊，你真係可以都幾心安理得同佢講，你真係收皮，即係1000。其實真係唔使再傾落去，其實你冇嘢可以做到。咁所以個好處喺邊咧？去到呢一刻，其實你唔需要自己去 set budget， 其實個客自己心目中都有個 budget 出嚟，而個 budget 唔會太細。我同你講完咁多嘢，你仲係 set 1000蚊俾自己咧，我真係冇嘢講。OK， 嗰個未必係一個啱嘅客，咁就算啦，放佢走啦，好冇？可能人哋都係揾緊8000蚊一個月，咁你算啦。你go on， 你唔好放去做第二個客啦，得唔得？因為你講完成個 life cycle， 你講得好，去到呢一個 step， 個客應該會覺得我可以20%、30% income 交俾你去做呢件事。而最好嘅地方係咩？其實我唔知自己要買乜，你幫我話事，得唔得？呢個係要最理想嘅狀態。OK， 好啦，幾個 step。去到 life cycle 裏邊，其實你嘅 differentiation 要做好 ，personalize 要做好，因為中間有好多 background。譬如買樓，我可以問嘅嘢就係翻返啱啱個圖。OK， 結婚啱啱講咗啦。OK，David 如果想買樓，想買喺邊度啊？邊度平買邊度。邊度平買邊度 ？OK。你想喺大陸買定係香港買？香港 OK， 咁香港如果買得平嘅話，其實我諗平嘅今日都應該要8000、9000蚊一尺。OK。O 唔 OK 住夠啦？冇問題啊。冇問題。最緊要有。最緊要有屋住。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去到最終，咁我諗如果買舊樓可以接受，其實應該就係留多少少 budget 裝修就 OK 啦，係咪？係啊。係咪都可以 lock 到一個 budget？OK。David 咁大概如果住600尺夠唔夠？夠啦。即係500萬到啦買樓。OK， 咁500萬到買樓嘅話，其實如果又唔買新樓，其實唔買新樓反而要俾多啲首期喎。俾一半。OK， 係咪可以將個範圍收窄啊？係咪可以將個範圍收窄？得唔得？一路收窄嘅，咁我咪知道佢個 budget 去到幾多 ？OK， 但係翻轉頭你仲可以 remind David 一句，喂，其實買新樓可能着數啲喎，不過細啲。
Anyway， 用呢個方法，我係一路喺度將個範圍收窄，我知道嘅 information 越嚟越清楚，我對於個客嘅認知越嚟越立體，得唔得？明唔明？呢度就係做 personalize 嘅重要性。OK， 咁我先可以去 set 到後邊嘅 step。我建議咧，如果嗰啲教育基金咧，你可以咧寫嗰啲阿仔阿女個名落去咧，嗰啲老豆老母會特別上心嘅，即係譬如婷婷嘅教育基金，即係嗰啲仔女嗰啲名啊，personalize 啊嘛。OK， 點解要做 financial planning 解釋咗啦 ？OK， 因為你唔做嘅話，你 serve 唔大咁多個 project， 你可以做到你嘅 fact find， 而每一個去問嘅時候，人哋會覺得你係一個 professional 去問問題，會答你。OK， 跟住你可以 build dream，build dream 當然係咩啊？譬如 education fund， 你係 build 緊落去個小朋友身上嘅 dream。OK，urgency。OK，urgency 第一版已經講咗通脹。OK， 你乜都唔做，你一定輸錢。OK， 人係唔係好中意輸 ？OK， 所以佢覺得自己有機會輸，佢一定會盡快填補咗個漏洞先。OK， 跟住推 budget。OK， 推 budget 就啱啱大 V 完美咁樣示範咗，其實夠唔夠啊 ？OK， 即係我都希望大 V 你同個客講完，個客都咁樣問翻你。OK， 然之後最重要一點係 lifelong 嘅 service， 你會俾個客會覺得就係你可以同佢繼續去 work on 呢樣嘢。OK，life cycle 講完，通常最後我都會同個客講：喂，今日我哋咁樣去決定呢個 life cycle， 但係有機會改變。OK， 冇人知嘅。OK， 譬如你對男人嘅客，你冇辦法決定你幾時同你個女朋友結婚噶嘛？可能早咗，可能遲咗噶嘛。OK， 即係呢個計劃會改變。OK， 當呢個計劃改變嘅時候，我哋要重新再計一計，得唔得？明唔明？咁係咪 keep on？ 佢有啲嘢變嘅時候，佢都會問你。OK， 又或者今日去做嘅時候，其實我哋覺得20%、30% budget 未必做到你心目中嘅效果，但係唔緊要，因為你會加人工㗎嘛。OK， 當你加人工之後，係咪可以再重新做個 planning？ 你係個客，你會唔會抗拒呢一個 script？ 但係唔做 life cycle 嘅情況之下，簽完單就話：喂 ，Brian， 你下次加人工，我哋再傾。心裏邊嗰句咧？因為睇下嗰份嘢個 outcome 係點樣先咯。多好多 concern 咯。OK， 但係你做完 life cycle， 你咁樣同佢講，佢覺得好合理，咁加人工就要再 plan 㗎啦，係嘛？呢個就係個分別。OK， 所以你嘅目的你唔係賣一個 product。OK， 跟住 family case 就啱啱已經講咗俾你聽啦。OK， 點樣能夠見一個人係好似面對緊3個客咁樣 ？OK， 因為 which is 如果佢一個客 agree， 佢自然就會同身邊嘅人去講。OK， 所以你攞 referral 都好重要。爹哋，你可唔可以講埋 plan education 啊？因為買樓同結婚你都 dem 咗，你可唔可以 demonstrate 埋 education 係點樣同個客傾 ？education 係點樣同個客去傾 ？OK，education 同個客去傾咧，其實我諗傾，即係你要了解個客。第一，可能你哋今日去見 education fund 嘅客咧，其實佢哋個年紀可能都係30零歲，就啱啱有 BB， 個 BB 出世冇耐。其實你要知道阿爸阿媽喺邊度讀書翻嚟。OK， 通常佢哋都有個 tendency， 就係佢自己邊度翻嚟咧，佢哋都會想送個仔去嗰度。OK， 咁我覺得你要去傾 education fund 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傾幾樣嘢。第一，喂，有冇諗過將來要送個仔去外國讀書 ？OK， 諗住幾多歲送佢讀 ？OK， 你帶翻落啲 general 嘅問題先。OK， 咁可能佢有啲人會同你講係中學，有啲人可能同你講到大學先送。OK， 咁跟住我會講一樣嘢係咩咧？其實咧去外國讀書咧，通常對於而家嘅爹哋媽咪咧，其實個負擔咧係有限嘅，因為通常你都有一定 income， 你先會諗呢樣嘢噶嘛。OK， 咁但係點解都係要做啲 planning 咧？因為 education 咧係全世界唯一一個產品咧，永遠都係逆經濟週期加價。OK， 經濟唔好都係讀書，經濟好都係讀書。OK， 學費請問有冇減過？冇。OK， 咁即係你可以計得到，其實18年後你個仔讀書要使幾多錢？OK， 咁所以你今日起已經要開始去做定一啲 planning。OK， 咁將來其實令到你個仔女多啲選擇。
OK， 咁當然你今日如果唔肯定18年後、20年後你嘅 income 係幾多，你更加要做呢個 planning。如果唔係將來你個仔好叻 ，OK， 我當哈佛收佢，俾一半獎學金佢，佢問阿爸你攞一半錢，你俾唔俾到啊？俾唔到，請問你點講？冇啊，冇讀啊賣血咯，湯於都幾好啊！賣血咯，我聽過十幾就笑咗，攞唔到係唔好讀啦。攞得嗰一半獎學金，再考過 OK。個客話賣血咯，佢真係咁答我。賣血賣唔賣到咁多我話錢？如果佢讀到哈佛咁點算嘅喎？賣血都幾得到啊！冇啊，太 extreme 嘅 case 其實都係傾唔到落去。好驚咋！咁佢都要做咩 focus 賣血不如儲定啲血汗錢先啦。飲多啲水。OK， 好。我覺得另外裏邊咧，再去聽住，再去提個客係乜嘢咧？其實其中一樣嘢點解 wealth management 或者 financial planning 好重要係我哋亦都講過，同爹哋媽咪嗰代唔一樣。除咗收入唔一樣，銀行利率唔一樣，樓價唔一樣，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人均壽命唔一樣。OK， 人均壽命今日喺香港係去到大概85歲左右，但係你見到90年嘅時候，其實香港都係得80歲命到嘅啫。咁中國係由67去到而家76歲左右。OK， 但係我再提一句，呢個亦都絕對值得同個客去講嘅。OK， 呢啲所有統計嘅 figures 係 based on而家40歲打上嘅人去計出嚟嘅數據。即係話去到大家呢一代，你條巴應該可能去到90歲過外㗎啦。OK， 你掌控唔到咯。OK， 你係掌控唔到嘅。咁所以 which is 有個情況就係咩咧？以往嘅人需要 planning 其實好簡單，就係我買層樓收租，層樓可能有5厘至6厘租。OK，and then 你退休之後，其實你都係得10零年命，咁就完啦，使乜搞咁多嘢啫？OK， 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個問題係你退休，我或者當你唔係好專心去做嘢，可能50零歲開始。如果你55歲真係退休，去到90歲咧，你有35年，真係唔使 planning。完係咁多啦，咁個客呢一刻應該都會係 feel 到我要去做啲嘢。呢一句咧對女人係特別 work 嘅。OK， 因為喺人均壽命裏邊咧，通常男性嘅壽命係短過女性。OK， 咁即係話，如果今日你要去同一個同你差唔多 age 嘅即係老公去結婚啦。OK， 將來極有機會係呢條命會長啲嘅喎，咁你點算咧？做咩啫？啲男人冇人性，唔為自己 plan，為個老婆 plan 咯，頂。OK， 佢講你唔為自己都要為個老婆諗㗎，咁明唔明？都可以咁樣去講。OK， 清唔清楚 ？OK， 所以人均壽命呢度係重要嘅。OK， 你有冇留意一樣嘢？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通常喺大家去見嘅客裏邊，甚至間公司裏邊都好啦。通常女人係做得好啲。OK 啦，當然喺我哋公司裏邊 producer 都係女人好啲嘅。OK， 喺個客嘅身上，通常女人都係有錢啲。OK， 因為女人本身天生就有呢個意識，要去做 savings， 或者要去 keep 多啲嘢喺自己身上，將來嘅風險。OK， 而家呢個 trend 係越嚟越明顯嘅。越嚟越明顯嘅，你可以去留意下內地呢個 trend 其實係極度明顯。OK， 咁所以大家要善用呢個位去講。OK， 好啦，咁個問題嚟，如果我真係要去，因為我要做 planning， 我要去做投資，咁其實我應該要去做啲乜嘢嘢，或者我點樣去做 ？OK， 咁其實喺我哋呢個 industry 裏邊咧，我哋有一個即係專業嘅一個即係分，應該叫做一個專業嘅一個分配嘅方法。OK， 盡量中文就中文到尾，英文就英文到尾。OK， 因為你中間即係其實我係想講專業嘅 distribution， 但係我傾個客聽唔明，所以你要諗一諗點樣去講。OK， 好啦。
咁呢個分配係點樣咧？其實呢個分配係我哋應該每一個人去做 investment 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按住呢一個金字塔咁樣去細分，你應該要擺幾多嘅 asset 落去某啲嘅部分。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喺呢個金字塔裏邊咧，好似一個我哋平時嘅即係營養金字塔咁樣啦。OK， 通常越頂層嘅嘢係比較好食嘅嘛。OK， 咁但係風險係比較高嘅。OK，which is 底層嘅嘢應該係健康啲，而你應該食多啲，但係通常你都最唔想食嘅。OK， 全世界都知道食菜係應該食多啲嘅嘛。咁但係你每日食菜多定食飯多？肉。OK， 真係最底層。菜應該都係最底層啊。上一格，尾二嗰格。OK，anyway 啦。Oh shit！好啦，咁但係個重點係咩？咁啊用阿邦嗰個咯，用食肉咯都一樣嘅。OK，咁但係正常人我都幾肯定在座都好啦，你食肉係多過食菜。阿樹不斷喺度笑。我食好多因為 Iris 話啲人以為你印度嘅。其實我自己都咁覺得。OK， 好啦，咁喺理財金字塔裏邊咧，其實我哋分開5層嘅。OK， 逐層去講下。第一層咧，其實係你基礎，即係成棟樓嘅地基最重要嗰個 stage。咁呢一個階段係咩咧？就係你要有現金流。你有啲可能平時要用錢嘅時候，你有錢可以用啦。OK， 又或者有一啲意外嘅風險發生嘅時候，其實你可以抵擋到個風險啦。OK， 咁呢一層咧，其實我哋有啲咩咧？譬如可能有應急嘅錢，應急嘅錢大概今時今日你會 keep 幾多咧？你戶口有冇大概3至6個月左右嘅支出喺度 ？OK， 講完靜一靜，通常靜一靜嘅好處係咩？等佢諗，同埋等佢答。等佢答。OK， 你要記住，通常2個人食飯咧，其中一個唔出聲，另一個通常都會講嘢。人係好驚 dead air，一路都唔講嘢。其實最終我哋呢度一定有一個人會開口先。OK， 應該唔會有人堅持到唔開口。OK， 好啦，有冇3至6個月嘅支出 ？OK。如果有咁 OK 啦，但係如果你多過6個月嘅支出，你又要重新衡量下你呢筆錢會唔會嘥咗嗰個賺錢嘅 power， 因為擺銀行冇利息噶嘛。如果你有太多嘅應急支出，其實都會損害你個 portfolio。OK， 跟住第二個係你喺基礎階段，其實你要有一定嘅保障。保障係用嚟做咩咧？你係對沖緊你嘅風險。OK， 對沖風險，如果對於一啲真係做開 investment 嘅或者男仔嘅客，咁其實應該好簡單啫。即係如果你有足夠嘅錢，你有夠大嘅 portfolio 去買股票，其實有對沖應該好合理，係嘛？點解你冇對沖？係因為你有嘅錢未夠大啫。OK， 好啦，咁但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其實呢個風險對沖係乜嘢咧？就係話風險其實係會蠶食上邊全部層數嘅資產。OK， 即係話如果今時今日喺香港，譬如舉例佢因為有病要去醫院，去私家醫院，其實過往咁多年你做落嘅股票投資買樓，其實都真係有機會發生嘅喎，喺香港。咁所以最底層嘅嘢做好咗未？有冇做過最底層嘅嘢？明唔明？得唔得？可以去講，又或者可以問下佢誒點做？你嘅應急資金通常你擺港紙定係擺美金定係擺人民幣？係咪有幾個問題可以問 ？OK， 跟住第2層 ，OK， 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咩咧？保障嘅需求 ，OK， 保障嘅需求係我哋會形容係一個咁樣嘅圖嘅 ，OK， 保障裏邊咧，其實你需要幾樣嘢，你需要醫療、需要危疾、需要人壽、需要意外 ，OK。咁而由你啱啱畢業開始咧，其實你嘅需求會不斷向上升。呢個圖咧係可以拉可以改變嘅，唔該都係你哋自己就嚟個客嘅 age， 即係你唔好咁聰明，你跟住我呢個，即係個客明明今年已經係60歲，其實陳生你嚟緊個需求一路向下跌嘅，你都唔使買咩㗎啦咁樣。你自己拉呢個圖，好冇？阿面上次教過你哋拉㗎啦嘛，個圖已經。唔識揾我，唔識揾我 ，OK。個 age 都可以改嘅，得唔得？好啦，點解個圖係咁樣咧？其實當你去到40歲嘅時候，正常係你負擔最重嘅時候。OK，
你係可以呢個咧，其實你可以擺落 iPad，你揸住自己副 pen 係一路可以寫喺側邊嘅。OK， 去到40歲，通常你嘅負擔係咩？咩啊？聽唔到。你問我咩啊？有學底， 40歲，去到40歲，點解負擔最重？仔女父母退休，供樓，加工人，父母退休，供樓，仔小朋女友，小朋友，屋企嘅工人屋企嘅工人，養緊架車，養緊架車，有病你啱啦，OK，可以去講嘅，其實可以去解釋㗎啦。啱啱講嘅全部都啱，OK，其實全部都係負擔。譬如好簡單講，如果對於如果你見一個男人嘅客都好，去到40歲，點解你嘅 protection 嘅 needs 係去到最高咧？你揾錢嘅能力亦都最高，可能係40歲開始，OK。另外一樣嘢，你可以 support 緊係2個 family， 唔係1個 family。OK， 你可能男女加 family 你都 support 緊。咁所以喺呢一個圖裏邊，其實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個保障嘅需求，其實你要盡早去 fulfill 咗佢。如果唔係，呢度會有一個好大嘅缺口。What if 你層樓未供完之前，你個 life 出現問題啦？層樓點樣供得完 ？OK， 得唔得？咁係咪 at least 喺呢個位，我哋已經可以入手到一啲有 coverage 嘅 product？得唔得？我都唔知呢個 product 係咩，到而家我都係冇講個 product， 我唔知你知係 live 定係乜嘢嘢。OK， 不過我可以傾到呢個 step。好啦，跟住我哋會慢慢減低個需求，但係個需求唔會減到0。點解？個需求唔會減到0。好啦，你過咗60歲係冇咁大負擔嘅，因為你層樓供完咗啦嘛。OK， 你孭少咗一個好大嘅 debt。OK， 但係個問題你仲係繼續有醫療嘅需求㗎，係咪啊？仲使多咗啲。OK， 跟住你再落去，其實你有嘅就係 pass on 嘅需求，得唔得？咁所以呢個需求係喺度，咁呢個係基礎嘅 stage 你要 fulfill。OK， 跟住再落去。第二個 stage 係乜嘢？第二個 stage 係保值嘅階段。咁保值階段其實你需要嘅嘢就係對抗通脹。咁呢一個咧其實應該係ISET 常用嘅一個 format。OK。係啊，特別鳴謝。係啦，可以鳴謝 ISET。OK， 咁呢個咧可以同佢係去傾嘅，即係譬如你有啲咩3至4%，譬如定期你有冇做啊？咁你可以喺 iPad 度幫我 tick 一 tick。OK， 但係大家唔該練熟個 step 點樣喺 iPad 裏邊 call 翻嗰支筆出嚟，即係你唔好開到時現場拿手唔成勢咁樣，寫唔到嘢咁樣，支筆又 connect 唔到啊嘛，冇電嘅，得唔得？OK， 全部喺 iPad 度可以做到晒，跟住可能全球性嘅投資係啲乜嘢嘢，咁然之後再到下一個 step 就係增長嘅階段，譬如增長階段就係你有冇買股票啊？OK， 會唔會買 bond 啊，或者買 bond funds 啊 ？OK， 其實經過呢一個理財金字塔，應該我了解晒個客有啲咩 investment。OK， 然後再落去，可能就係衍生工具或者物業，可能個客會成日問最多就係點解物業擺最頂層 ？OK， 因為物業通常牽涉咗借貸槓桿，除非你 full pay。OK， 如果你唔係 full pay 嘅話，其實你嘅資金流動性好低。OK， 賣樓快極，你啲錢翻嚟點都要過嚟2個月啩。OK， 正常喺香港唔會有個客衝出嚟我 full pay 賣你層樓，唔係大陸。OK， 大陸應該就會係下低有架7人車，有 cash 喺度㗎啦，你來揸走啦。OK， 但係呢度係香港。OK， 你要經銀行同律師點樣都要搞你過嚟2個月。OK。咁佢資金流動性其實低咗，咁同埋你一定放咗槓桿，你人生放最大槓桿就喺自己層樓度。斷估你買股票唔夠膽放1000萬槓桿啩，但係你買樓放1000萬槓桿其實係好輕鬆嘅啫，好多人都放緊呢個槓桿落去。咁所以物業會擺喺最上層，升嘅時候冇問題，當然賺得夠快，但係跌嘅時候同樣都係 double 咁跌緊落去。OK， 然之後再落去衍生工具就更加唔好講啦。OK， 咁所以呢一度。成個理財金字塔係咪應該了解咗個 client 有啲乜嘢？OK， 得唔得？咁好啦，逐個 step 我哋就可以判斷啦。譬如，你可能喺中間呢一層會比較多啲，3至4厘比較多啲。又或者咁講，你全部喺晒底層同埋最頂層，你中間呢2層係吉咗嘅。OK，
咁我哋點樣去定義？我哋幫個客做邊一層？大威，你幫我做邊一層？因為佢全部都係1同埋4，咁所以我哋就要喺中間度做啲。OK， 中間可以做啲嘢啦。OK， 中間即係做咩 product？ 咩都得。由頭到尾都冇講 product 㗎，記住個 product 最後係 up to 你嘅選擇，真係佢嘅 situation 啱做啲咩嘢。其實比較係去知就係，喂，其實1、2、3層我都可以幫你去做。OK， 我淨係唔幫你搞，我唔幫你賣牛紅同埋窩輪啫。OK， 牛紅窩輪有需要可以私下再 PM 再傾。OK， 但係唔做呢個 stage。咁但係下邊嗰3個 stage 其實我哋都可以幫你 cover 得到。OK， 咁睇下你需要啲咩嘢。呢個跳落去，呢個嘅。OK， 好啦，咁好啦，我哋知道要去做投資，我哋知道有唔同嘅 stage。咁投資裏邊其實我應該點樣去做，或者有啲咩 principle？ 投資裏邊其實得3樣嘢嘅啫。OK， 第一係本金，第二係時間，第3係工具。OK， 如果我嘅本金夠大，其實我做 investment 好輕鬆。OK， 如果我嘅時間夠長，其實我嘅 investment return 可以高啲。even 我嘅風險面對係低咗 ，OK， 跟住再落嚟，我用啲咩工具？當然我可以揀一個風險好高嘅工具去追一個好高嘅回報，我可以喺好短時間裏邊攞到呢個回報添 ，OK。咁所以呢3個 factors 係影響你點樣去做成個嘅 wealth management，OK。本金大有啲咩優勢？5% return 高定唔高？中間。OK。高定唔高？應該唔高。OK， 如果我有個 investment 5% return， 叫你買10萬蚊，買唔買？唔買，點解？唔夠高。OK， 阿樹，我有個5% return 嘅產品。OK， 叫你買100萬，買唔買？買咯。OK， 點解？咁都要買啲風險低啲嘅。OK， 如果你有1000萬買唔買呢個5% return 嘅 product？ 即係唔係10萬啦，而家1000萬。幾耐 return？ 1年。買點解？因為1000萬個即係會多好多，係1年。OK， 好。最重要一個因素，本金係影響你嘅諗法。OK， 因為你要記住，去到最後，其實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係咩咧？你唔好集中去講幾多個 percent， 其實幾多個 percent 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冇感覺嘅，特別係女人，係冇感受。10% return 同15% return， 其實聽落去男仔係覺得有分別嘅，好認真講。Christy 有冇好大分別？Christy 已經，我諗係應該在場咁多個女人裏邊，數口最精嗰個。嗰個女人真係冇感受對於 percent。OK， 但係賺5萬蚊同埋賺6萬蚊有冇分別？少少，一個 Chanel 同一個 Furla。OK， 牌子啫。記住，女人係對 actual 嘅 figures 有感受過對 percentage。OK， 即係話，如果我咁講，我如果想我想 Christy 去做一個15% return 嘅 investment， 唔好做個10%，咁我會點樣講咧？舉例都係1000萬。OK，Christy 有一個咧可以收每年可以收150萬嘅息，另一個收100萬嘅息，揀邊個？3萬。冇思考嘅空間。OK，15萬同10萬咧？15。分別係邊？其實冇分別㗎，同15%同10%可能冇分別㗎。不過問題佢 get 唔到。OK， 咁所以呢個一定要搞得好清楚。呢個係本身大家嘅生理結構唔一樣，所以佢哋係真係對 percentage 係冇咁大感受。男人會有感受，但係唔代表男人做 investment 叻啲啊。我好認真講，OK。
咁所以喺裏邊其實你要諗本金大細係有影響。OK， 本金大細，譬如1000萬5%就係50萬嘅 return， 有4萬蚊一個月，其實你夠使。但係如果佢哋用10萬蚊去做一個5% return，呢我覺得好似唔係好 OK。記住本金大細影響你嘅 investment。OK， 咁所以你願意 spend 幾多錢，其實都會影響你 return。好啦。呢個圖咧，我會擺埋喺裏邊嘅。呢個其實係一個 Excel， 咁你只需要改咩咧？你可以改咗呢個位6萬呢個位，你按你自己 figure 去改啦，下邊會跳噶啦。percentage 自己都可以改嘅。OK， 咁我呢個會點樣講咧？呢個係 time opportunity cost， 即係你將啲錢擺喺唔同嘅工具裏邊，其實有幾多嘅 return。OK， 我哋第一刻聽1% 同10% return 好似爭10倍。OK。6% 同10% 區別大唔大？有冇好大分別？好似唔係好大。OK， 第一年我哋睇啊。OK， 陳生，第一年嘅話咧，如果我哋儲6萬蚊嘅話咧，我哋儲有1% return 喺銀行戶口，我有600蚊利息。如果我有6% return 咧，有3600蚊利息，10% 有6000蚊利息。OK， 應該唔係好大分別啫，係咪？咁但係我哋睇睇，如果呢個 figures 咧，其實我哋去到第5年30萬，如果擺銀行戶口咧有309000。OK， 如果我擺喺好 traditional 嘅 insurance 嘅 product 3% return 到1年咧，有32萬左右，28000蚊利息。OK， 如果我擺喺一個有8% return 嘅 portfolio， 有8萬蚊嘅利息，好似都唔係好大分別啫喎，係咪？啱唔啱啊？大啊 ，OK， 開始有啲感受啦 ，OK。Edward 今年幾多歲？25歲 ，OK。Edward 有冇諗過，當你去到50歲嘅時候，你都係每個月儲5000蚊？如果你擺銀行戶口，其實你去到你50歲，你總共有21萬利息。OK。如果我哋做一個比較穩陣啲嘅 investment， 去到當其時，大概你會有348萬，個分別係咪出咗嚟？明？去到呢個 step， 佢咪見到唔同工具帶俾佢嘅 investment effect 係乜嘢？得唔得？去到呢一刻，應該你會有感受就係、我真係要做啲嘢啦，係嘛 ？OK， 呢個就係 L1 嘅目標。OK， 其實今日攝漏咗一個 graph 我應該攝埋嗰個 time value 落去嘅呢隻。OK， 再攝翻落去。咁但係呢個可以改，呢、個就住你啦。呢個圖咧，其中一個最好嘅用處喺邊咧？攞嚟推 budget。OK， 推 budget 係點樣用咧？第一刻你會睇5000。OK， 如果你 expect 你知道個客可以做1萬，你會點做啊？你會俾咩佢睇？41萬。你會41萬。OK， 當然係第一個啦。41萬都唔係最勁。OK， 出2萬。你應該會 set 可能8000、1萬、15000。OK，budget 係咁樣推。OK， 因為個客就會覺得，咦，原來儲多5000蚊一個月，去到最後爭成幾百萬嘅喎，咁樣真㗎。OK， 呢個係一個最 old school 嘅 skills， 呢個係你哋唔知邊個係美布魯，係美布魯教。即係佢係話個客如果願意俾3萬蚊 budget， 你就俾5萬嘅佢睇，冇蝕底㗎咁樣，你就俾3萬、5萬同8萬佢睇。OK， 人通常係講細嗰啲嘅 budget。OK， 你唔會一開始就開底牌㗎嘛，咁所以你係一定有向上試嘅空間，好冇？得唔得？咁所以呢個圖就好清晰，俾佢知道喂，其實個 effect 可以去到好大。OK， 好啦，我要揀工具。咁但係個問題，啱啱6%、8%、10% 點做㗎？係咪真係做到㗎 ？OK， 其實我哋要去睇，即係我要揀啲乜嘢嘅工具去做。咁當然喺香港，大家最典型就係我買股票咯。OK， 買股票得唔得？唔係唔得，但係個重點係我揀啲咩股票，我點揀 ？OK， 唔會個客好似 Alvis 咁樣 ，Alvis 知道股票點樣揀，但係好多人係我唔識揀。就算我好叻買股票都好。Alvis 如果今日戶口有2000萬 cash， 會唔會 all in？OK， 會唔會有一個 moment all in 晒，唔留 cash？OK， 點解？你應該對自己有信心㗎嘛
都係嘅。2000萬就 OK，冇嘅冇晒。其實咧好正常嘅，股票買得多，其實係一個心理遊戲嚟。通常你唔係輸俾個市，你輸俾自己，你係輸俾自己。OK， 點解永遠都唔 all in 晒？因為你 all in 嗰刻嘅壓力好大。OK， 所以當然阿快樂經濟啦。OK， 經濟唔 all in 壓力好大嘅咩？OK，all in 晒開盤咪完咯。好啦，問題喺度啦。如果我唔係好識揀股票，我應該要做啲咩？我先有一定嘅 return。OK， 容唔容易揀？其實呢個陳生可以睇翻，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全世界同埋亞洲嘅股市喺過往10年嘅回報。咁你會見到其實好簡單一樣嘢，都係用翻同一個 script 啫。OK， 冇一個顏色由頭贏到尾，亦都冇一個顏色由頭輸到落尾。OK， 但係個問題中間你有咁多層要去揀，其實容易定唔容易咧？譬如我咁講，過往10年你覺得經濟最好係邊個地方？全世界？美國 OK， 美國嘅話，其實過往10年的而且確佢 analyze 嘅 return 其實有12%。OK， 咁但係美國有冇跌過？美國喺08年嘅時候跌咗37%。OK， 如果你真係買美國，請問你會唔會真係 hold 到咁多年啊？OK， 其實美國15年嘅時候係升1.3%嘅啫喎。你有冇機會喺嗰年會放咗咧 ？OK， 我哋再睇多個美國以外，睇一個大家熟啲中國。OK， 中國其實喺咁多年嚟，過往10年嘅表現係點樣咧？其實中國嘅表現，某啲年份係最好嘅。其實你見到14年中國 A 股係升緊52%，15年其實都仲升緊2%。OK， 但係個問題睇翻咁多年，其實中國嘅股票其實升得6%。OK， 但係你承受嘅波幅率其實好高。OK。好啦，如果我睇好中國，我係咪一定要買 A 股？我幾時決定買 A 股定買港股？大家都等 Alpha 答。OK， 買 A 股同埋買港股其實爭好遠喎。你有冇留意買港股？其實去到最後10年間，大家都係投資中國啫嘛，但係佢多2% return， 波幅率仲低啲添。OK， 好啦，個重點係其實我俾咗咁多嚟睇，其實想你知嘅一樣嘢係咩咧？揀投資工具其實係一個幾繁複嘅過程嚟嘅，即係中間牽涉好多唔同嘅嘢。先唔好講，即係我哋去問下你A 股同 H 股有咩分別 ？OK， 中間每一個嘅項目可能牽涉嘅風險亦都唔一樣，同埋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係 A 股的而且確10年平均係有6.3嘅回報。OK， 但係你睇下10年裏邊。有6年都喺最尾嗰3位，你真係唔走，買咗10年 ，OK？ 咁仲喺中間嘅過程裏邊咧，我諗如果要揀投資工具，你需要有一個 professional 喺側邊幫你一齊去俾一啲 information 你去做呢個決定。咁我諗我應該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得唔得？我哋唔一定去到最後會買股票嘅。OK， 咁我哋今日傾完之後咧，其實會睇翻你嘅成個 portfolio 嘅情況啦。咁我諗我哋啱啱都提咗，譬如可能嚟緊，我哋用翻 average 做例子啫。喂，你嚟緊想去結婚，咁我哋可以去諗下有啲咩可以去做咧。咁同埋除咗結婚以外，其實結婚之後你仲有啲咩要面對？咁我哋下次見嘅時候可以再傾多少少。咁我翻去再幫你計一計，計完我話你聽。得唔得？我想問下，仲有咩再 reconfirm 個 budget？唔使，點解要再 reconfirm？未去到 budget 住㗎，未去到 budget 住。啱啱我已經大概有個 budget 啊嘛，個 budget 係幾多？1萬。OK。反而我要衡量一樣嘢係咩咧？如果你真係想再個 L1 做得 deep 啲咧，不妨去傾下呢個人嘅工作情況係點樣。你衡量下佢有冇得加人工。OK， 咁你知呢1萬蚊嘅 budget 係呢一刻已經好 firm 係1萬，定係仲有空間再去 adjust？OK， 同埋花多少少時間去理解下，就係譬如佢對於可能如果佢真係要做 ELS 或者佢做 investment， 佢對於經濟嘅睇法係點樣？因為有時個客嘅睇法會影響啊，佢真係睇得好灰，咁你冇計，你逼唔到佢做。咁你要佢做啲真係可能叫做穩定啲嘅嘢，好冇？
清唔清楚？咁去到呢個 step 咧係一個完整嘅 L1。OK， 記住完整嘅 L1 幾時去做咧？我覺得每一次你都應該要做，甚至個客咧嚟問我，譬如有時有啲客問我想買 CI， 通常你第一個反應係咩？阿邦，我想買 CI。買 CI？ 做咩？你而家我突然間想買好驚。可唔可以完整啲？完整啲。我話做咩？我做咩突然間呢個諗法啊？就係睇到啲咩啊？睇到即係廣告定係身邊人 ？OK。Samuel 咧，我想買 CI。點解有興趣買 CI？OK。仲有冇？係咪身邊屋企人或者見到啲事？有乜分別啊？你兩個？冇分別，你兩個答案。都係問呢啲。AT 咯。OK。Sabrina， 我想儲錢。儲錢就問佢想做點樣嘅儲錢 plan。iPad 咧俾過嚟嗰個問題，佢背後有啲咩 intention？譬如我想買 CI， 其實第一個好正面，你即 sorry 唔係正面，所以好正常你咁諗就係佢一定係見到某啲嘢，所以佢想買 CI。OK， 咁但係個重點係你好直接咁問咧，佢又未必好第一刻佢好樂意去同你講，因為佢仲未肯定你，佢未去判斷你就係一個 professional。佢嗰一刻佢可能覺得你係一個賣 product 嘅人。OK， 有冇留意通常呢一啲客去到最終3個頭裏邊仲有一個？咁我睇埋其他公司先，因為你冇做 differentiation， 所以譬如好似 Sabrina 啱啱講嗰樣嘢，唔好咁快問佢你想做邊一種嘅儲蓄 ，OK？ 因為好正常，第一刻嘅諗法就係咪想 max focus 5年 ，OK？ 一定咁諗㗎，大家 OK？ 咁但係先擺低呢個諗法先。第一個問題你應該問，其實阿邦我 Sammy 都問得啱，就係佢點解突然間想做呢樣嘢嘅 ？OK， 不如坐低去傾一傾，其實睇下呢樣嘢係咪真係你適合要去做嘅嘢先。OK， 可以我詳細啲去同你講一講，你睇下你係咪想要呢樣嘢。OK， 因為想買 CI 嘅人有時佢會誤會咗，到今時今日唔一定好多人分到 CI 同 medical， 啱㗎嘛？佢會以為 CI 係住院有得賠。內地客10個裏邊仲有5個係咁諗㗎，你唔問你買咗張 CI 俾佢，你最後就出事啦。我今日感冒去咗醫院，吊鹽水，賠100萬可以賠100萬，真係有呢啲人喺度㗎，你哋唔好笑啊。OK， 咁所以個重點係你都要同佢搞清楚，行一次 L1，OK， 行一次 L1 其實你對佢嘅認知多咗，帶嚟另一個好處係咩咧？個客可以做 referral 俾你，因為我知道你唔一樣同人哋。OK， 有冇留意到咧？呢度嘅同事做得耐啲嘅同事，佢哋嘅 referral 係幾多 ？OK，referral 多唔單止淨係 purely 因為佢做得耐，而係佢用緊嗰一套成套 mechanism， 個客會比較快，佢會覺得你比較中立啲，然後我願意將我個 friend 介紹俾你，係嘛？得唔得？明唔明？記住呢樣嘢咯。OK， 咁所以成個 L1 嘅 process 應該係咁樣。有冇嘢想問 ？If I only had 30 minutes, which part should be set as priority? 30分鐘其實都講得完嘅啫。你講咗呢個鐘。睇翻轉頭，如果嗱，我應該咁講，L1 咧要揾一個啱嘅 scenario 去講 ，OK？ 其實咧，我係唔 prefer lunch hour 去做 L1。好認真講，點解 lunch hour 要做 L1 咧？我解釋一個 situation 俾你聽。當一個人落嚟食 lunch 咧，其實正常嘅打工仔係佢一定要翻上去，準時翻上去。咁但係個問題，你哋有冇喺金鐘食過 lunch 啊？要等第一等淨係食麥當勞。金鐘嗰個 lunch 嗰個距離係咁樣喎，即係我同隔離台個距離就係咁樣咯。其實傾唔到偈嘅，即係我係個客。我都唔 welcome 同你講啦，唔通我擔心屋企發生咩事想買份 CI 咩？我點講？
啫。我冇唔通我同你講，喂，我最近其實有百零萬喺手，做咩好？唔會嘅，一定唔會講嘅。你要 create 一個舒服嘅環境俾個客人去講。咁所以which 其中一樣要諗嘅嘢就係、如果個 scenario 真係得30分鐘，反而你要重新考慮係咪真係淨係得呢30分鐘？係咪一定要喺呢一個 condition 去做 L1？OK， 當然有啲客好趕，咁但係要諗方法盡量去 switch 佢嘅時間。第二樣嘢，如果真係要去講嘅時間咧，我翻轉頭，如果我真係要去得30分鐘嘅話咧，我會先做完 life cycle， 我會先做咗你在金字塔，最後講時間本跟工具咧，我可以擺到下一次先講。OK， 因為記住 L1 第一次最重要都係 fact finding。OK， 你知道得個客越多嘅嘢，你將來會越做得 smooth。你知道得越少，將來會俾人推翻嘅可能性會越大，得唔得 ？OK， 跟呢個方法，如果你係 L1， 先提一句啊，喺大家平時嘅做法 ，L1 永遠都係最 hea 做，係嘛？唔出聲就啱啦。L1 hea， 通常最後你嘅 closing ratio 就低。L1 做得認真嘅人，通常 closing ratio 係好高。OK， 好老實講，即係譬如你見到 senior 嘅同事，嚴格講啦，我同 Christy 見客嘅時間唔會多得過大家㗎。OK， 我諗 Christy 而家見客應該10個，可能 close 8個。OK， 個問題就係、我哋要用最短嘅時間，我了解咗個客，我好 make sure 總之我出嘅嘢啱佢，其實佢冇乜可以 reject 我嘅空間。OK，Christy 今年都有隻 case 係個客最後又要睇下 safety 啊，要睇下咩啊。Christy 最後問我，其實都俾咗你睇咯，揀咩？收埋嗰個唔俾佢走，你一係買定買走咧。係啦，咁但係個問題點解我哋可以咁做？因為我哋真係好知道客要咩，你真係要呢樣嘢咩？你揀嚟揀其實都冇意義嘅。我幫你做過呢個決定啦，得唔得？因為我已經好了解個客，我個 fact finding 已經做得好足，你唔會揾到 better choice 㗎啦。OK， 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去做嘅，得唔得？你要做好你嘅 L1， 你後邊2個 stage 會舒服好多，就唔需要出現而家成個情況就係我 L2 又翻轉頭又 L1， 跟住去到第3個 stage 又翻轉頭第2個 stage， 咁樣你就會嘥咗好多時間。正常喺呢一個 cycle 裏邊3個禮拜就做完一隻 case。OK， 所以同時間你開始5個 L1， 我當你有80%機會率 closing， 其實你每3個禮拜應該可以有4個 closing。OK， 你跟住呢個 step 去做，得唔得？明唔明？你可以睇今日你哋見過所有喺呢度 top producer 全部都係用緊呢個方法 ，Andy 曾都仲係用緊呢個方法。OK，Andy 曾都唔會教你 L1 closing 㗎。你估 Andy 曾唔可以 L1 closing 啊？應該得啩？阿迪都唔會同你講 L1 closing 啦。雖然阿迪係可以 L1 closing， 得唔得？清唔清楚 ？OK， 仲有冇嘢想問？有冇？ Kevin 翻譯俾 Rebecca 睇 ，OK， 好冇？咁嗱，學咗記咗，今日呢個 PowerPoint 我哋會 upload 上去 Google Drive， 跟住唔該大家 practice 同 manager 做 drill， 清唔清楚？得唔得 ？OK， 我哋呢幾日會 randomly 抽人做 drill，OK， 好就咁樣 ，thank you。